我想掌控社会上这一切，这是人所追求的，追求交他才愿意。这拢是，咱讲咱这个社会风气的问题。因为咱人会追求啥物吼？其实，对囡仔生出来时阵吼，囡仔知这是重要，伊就感觉这是重要。伊会感觉爸爸妈妈上好，亲情上好，上介单纯的赤子心，无这个物件。但是咱会着你这个追求，嘛是社会风气啦。囡仔从细汉开始，开始教育话，你个品格应读出来，你要认真，你要有成就，你要考好的分数。老师嘛会安尼讲，你莫对不起爸爸妈妈，你要较好的成就，要去追求哇，较好去第一名啊，较巧的，家己能力较强的，最后较有地位的，优异的，啥物拢爱有。所以讲一个小问题，非常是安尼，去追求者，追求者。咱即马是即个社会风气，咱可能不得已，一定来甲伊变成讲一个漩涡嘛。咱若不得已，一定甲伊加做伙，甲伊加做伙，咱可能嘛不得已爱去追求这个代志。所以呢，但是咱若无掠着咱核心咱若无以道为中心，变成讲落入这个漩涡，这是什么款的漩涡？妄想分别比较的漩涡内底，咱就脱离不了说泥道，旱标的啊。什么是妄想分别比较？这是后学定名的附件。咱定讲附件的概论，附件的概论上爱恐怖就是咱讲三动嘛，感情期，感情期咱真了解，其实有其他非常重要，妄想分别比较，这嘛是共款附件定来讲。你若有妄想分别比较的心，三毒共款，伊即嘛是三毒所引起的。所以咱去了解，因咱即看下无全无毒，我妄想的心，我分别心，我比较的心，你看下无先有毒嘛？但即个毒拢是你有了蔓延，慢慢来侵蚀而已。什么是妄想分别比较？什么是妄想分别甲比较？这逐日咱咧管教书课啦，真侪道理，毋是讲咱听过就感受。伊今日大家想，像咱来讲贪心失败，像咱来讲妄想分别比较，有性足够。所以咱知影我什么是妄想分别甲比较？妄想咱莫想讲想啥要做歹代志，才是妄想。当咱有念头的时阵，念头有我啊。我有念头，我想要安怎的时阵，所以妄想的是我想要安怎的时阵。因为我本来就是不应该有我的，你不应该有我，你搁用我来做主，我想要安怎？有我已经伫倒啊，我搁想要安怎？当然，咱来讲，社会事就有遮严重啊。当然，以社会事来讲无遮严重啊。但是以修行来讲，足严重，因为一步一步安尼牵住落去。用作所讲的将念调念念相续不断，是为死。我想要安怎？你有一个我想要安怎？你会感觉我想要安怎？无人讲我毋对，你当然嘛感觉你想要安怎是对的。你感觉你想安怎是对，你着到第二个你想要安怎？当然你徛伫倒，你想要安怎，无啥问题啦。但大部分时阵你无徛伫倒，无徛伫三宝，你个想要安怎就渐做袂来。常这事啊，愈想愈济，愈来愈过，愈放袂开。所以呢，就到第二代的分别啦，分别就是讲加工啊。我想要安怎？但是我想要安怎，你后，佮伊甲人计较，咱分别。
到最后呢，发现到你即个坚持，你顾上真久啊，放袂开啊，我放袂开我的念头，就是种，就妄想分别执着，拢是对这幽默开始。啊，幽默开始了后，一点一点安尼砍落去，真的是没完没了。来看一条我比较多记的例啊，妄想是咱上较大的特色。不有讲过，一个念头就是一个轮回。因为一个念头出来时阵，以十二因缘法来讲，无名开始嘛，他就开始看你十个因缘了后，先后联系出来。所以咱可能讲开始讲我想了我袂遐尔重要。但是呢，业识毋是讲你有一个念头，你因果就偌严重，讲是足侪念头，足侪业识，咱不断的累积出来，只要以后的问题。我甲经就讲到啊，人本来拢是无良情绪内底，就是因为有一个污名的念头出来，以为幽默，当作幽默之下，当作幽默，你就感觉我这个身体，我这个身体应该我所爱做的代志，我爱做的代志。甲人比较遐有社会地位，有社会地位，你应该即个地位爱做啥物款的行为，安尼牵连不断啊，所以追捕大有可约。我是讲比较一般的情形啦，因为到最后即个追出来时阵，可能因缘愈看愈侪啊，到最后都能脱不了身啊。但是伊关头是在于大公的开始，这可约就是老祖所讲的啦。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咱若有欲的时阵，咱的心就有问题啊。咱的心乱，这个罪就开始。这个举例是有真侪个例啦，但平常是因为咱的心所偏离了后，有可能做的真侪罪过做出来。所以第二集啊，老祖所甲咱讲，几乎在伊用的，特别是老祖所讲的，头前是就好个兄弟，贪嗔痴是上大的灾难，贪。有念头啊，开始有念头，咱感觉无毋对，因为咱可能都无贪心出来，搁继续想，想啊，别人有我无比较差，我想要袂当有，开始有家己个想要找理由啊，人有遮济，我想要我无比较济，搁继续找理由。但有各千百万种的贪的理由，贪的结果拢是安怎？咱去想，咱去想看，咱一世人安尼过了，我感觉咱的贪大部分拢是得不到。咱的贪真侪个代志，咱的欲望、喜怒哀乐、爱恶欲，这拢是咱的贪的问题啊，咱的贪快乐。生气，我贪卖伊顺我意，我生气。爱，我希望我拢袂悲哀，这种有可能贪，所以希望长寿，希望成了过较好。民主来讲，要求爱不离啊，好命歹命，我是爱不离的。但是咱有想讲世间的好，拢爱去得到，甚至会认为咱是修道人，更爱更不好。真相是安怎？贪的都得不到，毋是你想要贪就得不到，因为无常嘛。那有啥物物件是固定的？你要贪的物件毋是固定的啦，就贪的它是求不到的。就算你求到了你够第二个贪会出来的。所以贪一定是不得，大部分是不得，是咱无愿意承认尔。有我有观察。真侪人很喜欢求神问、求神问，去拜拜的地方。有我观察，有真侪东西，那种去拜。其实我是发现大家求拢无对啦。那种是我希望安怎，得去拜一下，其实事后其实嘛拢无对啦，嘛拢无顺利啦。但是伊嘛是继续可以求啊，因为伊当下要去求的时阵迄贪念会带给他一种迷失的感觉，我去看有机会就是讲一个希望伫个啊。其实事后去面对，发觉其实
咱足济的心内所求都是不得的，咱只是求袂到的。哦，咱求着头前我所讲的，即个福报，咱的果报是足自然是安尼较深的。咱袂到了就生气啊，这就生气啊。上摆经的就是家人之间嘛，我希望伊安怎，结果伊无做到安怎，也是讲父母希望我安怎，我无顺着伊，我发现家里的争执拢是安尼啦。哦，看不到就生气，哦，这个是上歹大的灾难嘛。因为本来拢是无代志的啦，天下本来是无事的。古主嘛讲嘛，天下常无事的，拢是无代志的啦。啊，啥无代志会有灾难？啊，所以都是人的情绪所得起。一个抱怨出来，哦，家庭的没完没了，不然无安怎啊？他想要起一个抱怨的心出，他抱怨心出来了，咱佫惊伊生气，伊佫对咱无关系，咱佫惊伊生气，啊生气还可以切入。这个没完没了的问题，所以一个清刚清出来哦，上盖大的灾难。本来和平的日子哦，从此不得安宁。所以呢，由我来预表的。头前讲的科约是一个新的发动而已，发动了，你会拄想要得救济，这是讲重点嘛。这就是求，这个求哦，伫书经来讲是足大的灾难。咱袂当讲求是比罪较少，这求是真大，伫书经来讲求是足大的灾难啊。分别是上界大的夫妻，分别心。我这三点就是在强调这吼妄想分别执着的领导，我加上在谈亲戚。其实这是妄想啦、分别啦、谈亲戚啊，我是甲伊简单归纳这三点，啊，用脑做这三句话，互咱去做一个实施啊。有人的病啊，拢是袂伫遮，袂伫谈亲戚啊，袂伫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拢袂伫遮放袂开，拢袂伫遮后代造成种。足大个，搁一个困扰，互咱负担啦，互咱不执着，互咱夫妻，所以讲这科无大意不执着，哦，这个不执着吼是足恐怖个代志。因为讲较实在吼，咱人一定是有吉利天内底，咱讲修行要转去有吉利天，其实咱就是有吉利天内底，啊像咱全无转去的感觉，咱放袂下。咱放袂下这个脑路恶势，放不下，你无管你生命你就有吉利天啊，这逻辑要哪讲？总讲有吉利天是哦，总讲这是五浊恶世恶啊啦吼，啊讲这是无极理天啊，咱讲要直接想来遮哦，伊逻辑来讲是不成立的是安怎？咱拢讲伊足大啊。啊，咱讲都是自古至今其名不去的，都是都存在。就讲其实这个足大的物件，佫有边界啊，啊，这个边界互咱还袂讲着。哦，这一德来讲就是无合理啊。这德本来就没有边界，它既然没有边界，绝对是给它包起来底啊。哦，所以讲这是无的啦。这个大的物件是给它包起来底，咱伫这内底，所以咱本来就是有吉利天内底啊。是咱无愿意理会咱。自己的一个小环境而已，啊，现在放袂下，所以说祸祸大于不知足。不执着上大问题就是，你无法度法死，你生不出法度。你想要得到你要爱的物件，你根本一点都高兴不起。因为得到物件，你不断的计较，不断的要求，你边面就一定是有吉利天，你边面就一定有足好的环境啊。甚至讲咱会当做人，一定有足大的福报啊，像咱个无大意。问题就出现伫遮啊，所以咱分别是上界大的夫妻，何无大意不执着？又搁举一个例啊，咱讲咱用足好啦，咱今日总讲是一个足好的人，咱对啥人足好？一定做甲社会上所讲的善良、好人，哦，大概是去一个团体的话，这人做人安怎，大家肯定这是好人。啊，但是安尼讲真正有谢问题啊，讲真正无问题啊。伊当讲伊是好人啊，是一个善人啊，一个打工落去就是好人啊。咱来去想啊，哦，
总讲迄个人是咱熟悉的，伊是好人，敢若关系是你较好是安尼只样，咱你去想较好理解。大家拢肯定伊，就是咱家讲一句话，我感觉你对伊比对我搁较好哦。起一个万道的心，起一个计较的心。伊明明迄种做甲足好啦，咱家己分别落去，咱家己计较落去，我感觉你对我无够好，你对别人较好。但是拢是好哦，无够好嘛是好哦，别人较好嘛是好哦，伊对我嘛是好，但是我讲伊对别人较好，万道就出来了，怨恨就出来了。本来好的物件，加一个感会读就出来呀，分就出来呀。互伊即个好变成无法立足啊！所以这就是怪无奇嘛。本来拢是好的，你偏偏要甲互比歹的，你甲计较落去，我听拢毋捌艰苦。伊对大家拢好，你嘛要甲用甲互足艰苦。嘿啊，所以咱这上怪无奇也不低俗啊，这祸端偌大啊！这社会上有偌济代志拢是安尼啦。最近就是有诚济电视上是我人拢最拢离婚啊嘛。离婚的人敢是拢歹人，伊的成绩拢足悬的，社会上拢有头有脸，但是生活的无法斗阵，有法一定嘛是有这个部分啦，有法当然袂当死嘛，是有法会当联想啦，因为社会事大部分拢是拢互这骨感无法度讨论，一定有诚侪这个问题，一定有足侪不低俗、足侪这个有讲出来，所以这个人拢无法度斗阵啦。讲有一个人又讲着讲，我真正是找无任何的办法，甲伊去好好斗阵啊！伊的磨合之道，安怎全是找无啊？是安怎样呢？人讲真正有遮大问题，而且后续某去审视这个问题，包括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啊。咱要想着先小个解脱嘛，咱着先面对人的病，去克服着这个生活，去找着伊的答案。所以呢，拢是因为这全部的问题可遇而不知足，都是因为有我的关系啦。所以人甲人的斗阵，真的毋是讲袂斗阵，是个角度爱换过来。袂当拢想讲，我想要爱伊安怎，我希望伊安怎，完全改掉。不要在我想要怎样，还换做。我都不需要怎样，我一直牺牲奉献就好了。人甲人的斗阵是靠牺牲的，毋是靠要求来的。牺牲自己，家己拢莫去求啥物，我心都清净的，我心无需要叫做啥物，我用慈悲来对待你，我啥物拢无得到，拢互你就好，你什么都不需要，我无我，因为我知这个道理，我拢无需要，不断的牺牲奉献。安尼就对我个人拢袂斗阵去。有人讲，嘿，我都斗阵去，其实是我想要怎样，我希望他怎样，他没有怎样，没有符合我的期待，但普通拢是即款的答案。所以毋是讲袂斗阵去，看你愿意，我家己要去心放下，莫去锁定啥物牺牲就好，彻底的牺牲，才有可能得到才有可能脱离世间上的问题。而世间嘛，永远无法度变做幸福的啦，真正是安尼咯。我无灵之心也在，或者是。老子说过，头前咱讲过嘛，要得到遐物件，要足聪明啊，足聪明有地位才得会到嘛。安怎做讲，我做上公的就好，做上公的，有仁慈的心啊，心清净的心啊，不骄的心啊，不要人争啊，啥物拢莫得到啊，拢无缘无故帮助别人啊，看嘛做上公的人嘛，上公人才会做遐代志啊。连拢做着讲，安尼就好啊，我有仁之心也在，我做种代志就好啦，免巧，无需要受肯定。我心是戆戆就好，所以爱做啥物？无为，就爱做无为，并毋是讲无为好爱去做，是因为本来你就袂得到啥物啊？本来就得不到啥，所以变做这，毋是讲无为好，这个就是本来无为就是咱爱去做代志，是本来啦，毋是讲要求来的啦。因叫咱动物之灵心。因为你要去做，你要有为，你有为，你敢真得会到啊？你要是爱去了解，敢真正你得会到啊？你想要有为，得不到吗？还是得不到？因为咱动物之灵修，咱拢讲
咱讲世界上的财富，不管咱所讲，财富是五家朋友，水、火、饮水就无啊，火烧就无啊，王政府甲你征收你嘛无啊，贼到甲你偷走你嘛无啊，啊，搁有一项屋主囝儿是一个国校，你共管无着，这钱财哪有可能收袂了？绝对是收袂了的啊！你短暂的拥有，但是你搁当真永远收袂了。我即嘛讲我真明啊，这有啥物好依附的？本来就做袂到的代志啊！这是爱顺其自然而然。啊，经济版讲是讲只有外在财宝尔，因为咱人要爱财宝，拢是希望得到人的肯定，得到好的名声，得到你一个想要圆满，要得到一个社会上的圆满，世界上的圆满。但是世界上圆满，咱真得袂到，一样是得不到。咱看真好野的人，敢真正人会对翻的？其实真好理解嘛。做到总统啊，大家拢介意；做到郭台铭啊，大家拢介意。其实没有呢，因较是有叫做金玉满堂，伊名声非常好啊，伊嘛是收袂掉啊。因是要叫做金玉满堂来收掉伊好名声嘛，好名声是无人介意嘛，要无人肯定伊啊。是共做嘛，是共做袂到。因这是世间观，世间的观一定有无法度完美的所在。因为世间嘛是甲人的之间的互动，啊人甲人的之间的互动就无可能有完满的所在。所以拢再来讲，这种物件那个收啊，绝对收袂了的，有伊嘛做袂出来的，无止。啊嘛，咱去爱什么物件？无常就是物件本来就袂长久存在的，本来就无需要执着。啊，你执着会安怎？你心爱得大位。我真爱这个物件，一定会大费周章，一定会大费资财的，了钱了精神，非常的费多侪功夫的，得同必要。你就算你收藏多济啊，最后你失去更愈艰苦。就亲像咱今日去失去10000块，可能想讲啊，我要趁落去啊。啊，结果呢，我欠一世人的钱，1000万的体已失去了哦，你失去一世人的财富，所以你累积一世人物件，这就是讲你若执着伫的吼，你收藏足济吼，失去足够的啦，这个嘛是愈艰苦的代志啦。所以在讲不要去执着，该怎样就怎样。唔通去头前所讲，唔通去贪有的无的。贪过无了，你管你家来家过去，了你会学是安怎？人生遮尔啊苦，其实本来就是拢无的啊，是拢无的代志，都无常无我。为什么你我跟你做艰苦？因为你执着啊，你身在大病多伤苦，这种做艰苦的代志啊。前提是因为你执着，啊，你若卖执着，你就无这样问题啊。这当然拢是一种功夫啦，啊，这功夫倒位来？天啊！你感觉我心清净，你有清净就袂有这样问题啊。你感觉同卖不精，因为所以每一个宝，老祖所讲每一个拢是人的心啊，咱人愚昧的心，咱家己就好，有真侪咱袂家己唔知的所在，叫做三宝的修持，叫做发现的，互咱的提醒，是咱会当依个见，拢家己互咱会当人生做好。有无？众人间有意，莫独有意，我想咧。有一个地位，有要得到啥物，有一个反射。我啥物拢甲伊撕掉无要紧，甚至爱为互安怎，我拢无啊。我用所讲的有无，真正的遗失最高的境界就是有无。咱修行嘛是要修这个有无，咱人讲这个法门，我想要是一句话，因为咱即摆社会拢是要叫咱追求自我。超越自我，肯定自我，包括现在教科书嘛，安尼讲，所以咱来了解了吼，这刚好其实讲很小的一部分，但是伊现在做贡献嘛是真大个个。开始可能是肯定自我，是讲你对家己较有信心啦，因为老祖嘛强调爱有心啦，
咱即个心，若可能讲爱坚持即个自我，你是要有咱肯定咱有即个人了后，咱有即个人的思想，我就要紧。袂当讲啊，因为我即个人，你我肯定我家己有我家己想法，最后放下，安尼就唔对啊。所以讲呢，我独立为，对干会伊争取者有一个做动的境界。家己拢袂记啊，忘掉人意，忘掉理愿，家己最后家己拢袂记啊。你用的非常的彻底。你去看嘛，我嘛真是带入到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好，这边都不要紧。我觉得咱在这个充满的境界，所以让我讲，你种爱，你什么都不要紧。你安修行是要学这个天啊，我要放下，放在脑子的精神啊，天一道离不开。咱人是甲天地做伙，所以人人之道嘛，应该是离不开的。所以咱就去想，咱加修行了后，敢有对人有所妨碍着，还是讲咱害着这规个众生，害着规个天地，天之道是离不开。所以呢，书经安尼甲咱讲，咱要肯定咱家己是爱肯定讲，咱有即个人的身体是万物之灵。为人万物之灵，这是叫殊胜的代志呢。灵是三才之一，这是易经甲咱讲的。天才天道、地道、人道，灵是三才之一。道理经有讲，灵是四代之一，道代、天代、地代、王代。但是前提是爱安怎？爱优秀，有去做就是王哦，毋是讲人就是王啊。这个麻烦，你无这个天道地道的境界，你当然嘛无法度行这三才，因为像咱讲三才的事实，像咱动物，咱莫讲动物是三才，莫讲动物是万物之灵，像要讲人是万物之灵。动物拢是安尼嘛，拢是茹毛饮血。咱人看袂安尼，就算无受气的人嘛，无想要安尼啦。因为咱的灵性感觉安尼是好诶。虽然讲利用一个方式来加减会，但是基本上无人会爱安尼啊。因咱人的灵性就互咱安尼。猎狗嘛食斑嘛，动物当啊食动物的时阵，拢食到规面拢是血。其实咱嘛知影拢做臭车的嘛，我就是拼甲呢，动物拢拼甲，毋管伫偌臭车也是，安怎讲？毋管迄偌太多啦，猎狗拢是甚至对伊迄个尻川遐就甲挤入，咱拢感觉不可思议嘛。猎狗甚至拢做这种代志，佮太哥大汉无像咱挤入。安尼变，但咱正常咱人袂安尼嘛，所以才讲人是万物之灵，这定是乌白凊彩讲的，一定是有咱的天性所在，咱的天性本来就袂安尼。咱人有安怎的事情，当然就是想，只有其他动物咱看是吼，只动物。这是一只鹿，但是伊只呢，顾一个鹿的头，看我遮地啦这是一只鹿啊，再顾一个鹿的头掉伫遮，因为这鹿的角，当两只鹿的角才有搭的时阵，两个相搭的时阵，因为较有可能交叉，就变袂开啊，变袂开，伊安怎透袂开？因为因就是姿势，因的姿势无法度改的，伊无像人共款会晓腾出双手出来。这以咱来讲，咱家己配合来搞定啊！对因来讲，因咧排一世人嘞。因甲做伙时阵，拢无法度动，一定爱家己拢是只死去的时阵，另外一只才有咱得到自由。即只是另外一只已经死足久啊，死到拢腐烂掉，到最后伊骨头搁留伫遮。这毋知讲偌久的时间，伊搁无法度起来。所以看动物因爱承受偌济痛苦。咱人是万物之灵，双手。咱的灵性，会当互咱去做正侪代志。咱竟然一定有遮尔啊侪事情的物件。
咱爱做什么款的选择？要提，一定要提升的嘛。咱绝对袂去堕落，一定安尼不断去学落去。提升到像个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，也是咱去反思啊。啊，拢我都了解，知影人的思想，但是咱怜悯心刚做到有够，咱同理心刚做了有够。在领导这活动了无问题，咱拢情报收集无问题。但是有偌济人无愿意要行这条路的，这道理咱一看拢，咱就是想到无愿意行的，想到无愿意要怜悯万物，对万物有同理心，无愿意茹毛饮血，但是共款用足济方式去杀害这动物，也是为着咱家己的欲望。咱今日毋是讲咱无杀动物就无代志，因为咱可能为着家己的欲望。把这环境拢破坏掉，伊就是为了家己欲望，遐动物拢家性杀绝，这嘛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咱欲望欲望较少的，添欲望较少的心较清净的，无当冇可能，无可能有害啊，就是有害啊。所以已经在甲咱讲吼，咱文明啊，咱人是爱文明，要上升。人都对到过，基本的，茹毛饮血，咱都了解，但真正文明爱安怎？讲很惭愧啦，这文明是孔子已经是在地方讲出来的代志，拢超过2500年以上啦，已经应该是对于周公遐开始算，应该拢要算3000年啊。3000年前就讲着爱文明啊，但是咱人的文明其实讲可能做到无够。对咱阁无法度善待动物的看出来，文明以子人文明，文明以己，爱互人指伫这文明，照着这个文明爱指伫啥物？哦，这种拢有典故啦，已经讲出来拢有典故啦。但是以文王来做典故，文王第一个互人做文呢。伫中庸有讲着吼，文王之德之纯，纯亦不义。文王的德是非常纯的，所以就是文就是爱指文王伊的德行啊。伊德是非常的纯，纯亦不义，所以这文王之所以为不义啊，因咱是这个纯就是爱伊人啊，志向要依道要依，文王就是非常的纯，所以伊德拢袂去变。我家己欲望安尼行，顺亦不义。大家我有讲着，武文王，哦，无刻意静止，武气息静止，就是讲气是连续的意思啦，哦，息是光明啦。文王的光明是连续，哦，文王的步。文正顺，佮加连续，所以呢，到什么才指伫倒位，指伫这境，哦，伊本文是安尼啦。我互人伊的光明。伊的光明连续，伊连续的光明，互人主动肃然起敬。哦，为人君子于诚，为人臣子于敬。会互人家当咱君安尼甲尊敬，足主动啊尊敬。伊个字是讲足主动的，足自然嘛。哦，为人父主于己于事，做老爸做老爸一定足主动，足自然的。搞这个主诶，即个办法，都主动，我这敬啊，伫倒位来？光明，连续的光明，文王的德之顺，这是文明啊。文明就是安尼，文明以子人文，人的文就是安尼，人本来是爱文的啊，像文王即款的文，人就是像文王的德行，互人主动甲你敬畏，爱连续的。气息静止，无迄个中断的，文王的德是爱这个顺，
人的德就是爱这么样顺，文明就是要这样子。不是讲我带好言好就是文明啊，不是无种代志。心态文明，心态公明，所以这会讲着哈，官复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你的文啊，这么样顺，才会化成天下。用你这文来感动人，就是阮人所讲的嘛，见看到伊就主动尊敬下来。优秀的前辈者，咱会对素人起敬。而且素人起敬偌好呢，咱来知吼。有当时啊，咱要伊共讨，毋要共安慰。伊足伤心啊，甲安慰；伊足看到要甲安慰。但是人看到你就生气，你莫安慰。人看到你就当哦，这人很讨人厌，咱就不可能安慰啊。反过来，咱听时都足好诶，免讲话，人看到你就感觉哦，我就都尊敬你啊。哦，我这好过差大济。人看袂开啊，人生气啊，人伤心啊，结果人看到你心情就好，人看到你就感动啊，人看到你就会生气啊。哦，这是偌大故事诶！要互一个人看到偌简单诶，有个人毋管安怎安慰，安怎甲伊好好，但是真正有德性的人，人看到你就会生气。这就是一种文明啊，这是真正的文明啊，化成天下。关乎人文，化成天下。人就是这个文啊，买个对得落去啊，天之道义，不害人之道，化成天下。啊，这对倒位来？我嘛是对遮来啊。咱若拢无这个修持，咱的文就袂出来。哦，真正文明是爱安尼。4点了吼。好。其实像我头前讲着，我是人的白，也是讲呢。圣人的作为，愚人无灵之心，天天其实也是选择文明，全部是互咱优等来解释，就是依三宝的修持。咱的依三宝的修持，就咱做到这个部分啊。所以自我灵用，真正的慈悲，无言大慈，亲像前辈者，咱讲上经的嘛，父母对囝儿奋不顾身，对咱我都是该。奋不顾身，上界大拢是为民者情。但是呢，有安怎做咧应该，和平上的前辈者，甲伊无血缘关系啊，是毋是嘛？共款会当奋不顾身。我是做老先生，是讲咱可能较看袂到的师尊师表，伊的事迹拢有留落来啊。伊是怎相款啊？伊的用力倒位来，打遍这个江山出来。真哪可能做袂到？你看现在，然后回归要几件你做袂出来的，所以现在用力倒位来，是对大自然的。所以在讲自度人用，因为呢你是无私奉的，咱才是真正用。无私来自于无我，自奉的无我，无欲即空嘛。所以呢，真正大用是来对于这个。即嘛是规个道理经三宝中哦，你伫经内即个。其实每一个部分，每一个档次哦，另外今仔有一个真大的重点是希望咱借着今仔的课程，咱以后去看经典，会当家整理出来。即个部分其实会当套用伫咧三宝的各一宝，其实每一三宝拢会当套用，咱会当方便咱的记录。比如讲，即个所在，咱会当放倒一宝。譬如讲，我先可能譬如说，就咧讲15章，我就讲15章为了轮体地六仆，空体地六仆，轮体地六毒。我就把这三句话，分别可能这三句咱来前面来检验落去。敦心其若朴，你看这主干有关系，标语中同埋全部有关系嘛。等于这个朴啊，刚刚讲是上界古意讲朴实无华，敦厚老实，敦厚老实跟朴实无华是朴的，啥物上界元素的物件？为啥物东西？这个元素这个朴是原始的面貌。主是上界咱元素咱的心啊，咱的心无我，咱的心无要
要问到家己上较原始的阶段，哦，所以或许有感觉讲，每一种咱会当做这个功课，哦，这是咱一个也是经典，我咱会较印象较深刻的，这是或许你可以比方借着农助三或生活，这是像咱的有爱学习心得来做分享。哦，再来看头前哦，向互人讲，像讲简单讲，因为咱的心单一，少欲则亲近，心中莫放伤侪物件，心中物件莫放，才有法度，互咱的自信放空。咱讲咱今天体会到，咱地位要来，对第二步来的。哦，或许在经历三步的时阵呢，很喜欢从第二步吼，第二步是甲地位有关系。因为每一项代志，第二步都互咱的心上较前进，心专一，事专一。因为咱照着念经，互咱的心足前进。什么代志互咱前念经就是种读经嘛。咱的学习像要念经，咱是前进的时阵，才有法度有地位。经典才看有，所以才会讲呢，解不能广。才真正看有地位，才真正会出来。咱今日体会，咱体会咱的地位就是咱咧用上少的物件。上少的力量，把咱的心性放出上大的空间。啊，咱心情，咱听了后，咱的行为嘛就约束。方舟有讲过，以欲失之，以约失之者行；以欲失之者害人。真正约束家己的啦，真正互家己无欲无求的啦。你要叫伊有啥物过失是足少的啦。所以你若看你第二步做了好，行为约束不过。你这人尽量非常的无过失，约束家己，广结善缘啊！你真正会晓讲结实，无你拢有家己，咱拢嘛知大部分的人，大家拢是要食好、养好、穿好，拢会讲一句话，对自己好一点。拢会讲安尼就是对家己较好的，其实安尼毋是对家己好啊。讲结实的，咱是对家己上好。你为了家己好、养好，你食好、养好，第一，你伤害你的生命；第二，你互人对你囝仔，你养好，其实会招来很多的嫉妒心啊。大家看你好吼，其实啊，心中无病，心中出来啦。你把你的心放出去，就是你正常有电视上的哦，迄个他喜欢打扮的女星，在电视上看过一句话。我觉得比方穿的鞋子很便宜，哦，这个比方很难来去规定啊，对吧？意思是讲，你这么的奢华哦，你哪有法度广结善缘？你想要互家己过车，骑车的日子，大家心中可能表面上跟你真好，但心内心的深处一定是袂介意的啊，我都广结善缘啊。而且善良不是讲。表现出来，那就是心的良好，那个就是一个磁场啊。这磁场一个坏磁场，我可能好的代志，所以解不能破。约束咱家己，这真正会当讲结实的，自信才会当前进光明。不争先气勇，不争，咱莫违背法则。诺贝尔，咱知诺贝尔嘛？诺贝尔。咱在诺贝尔以发明投票了探出来的是，但是后来就发现，安尼对社会危害性大，所以在迄个成立成诺贝尔奖，希望大家哦，头壳较好诶，服务社会、贡献社会、回馈这个世界。但诺贝尔上较有名的事迹的时候，你读册拢读第二名。你嘛知，小真正有地位的人吼，伊家己的钱管上拢嘛真有地位啦。地位上有地位啊！毕竟诺贝尔奖是造福社会诚济啦。啊，伊求学阶段，无要去争第一名。我拢做第二名就好，伊绝对有第一名的实力，干嘛拢做第二名就好？所以一个无争的德行，无形之中其实会培养咱的德行无形之中培养出来，涵养嘛。心是爱涵养，咱的三宝嘛是爱涵养，不可能一触可及的。三宝修行是慢慢谈，慢慢在谈。以前做的太乙金华路拢教咱要哪修持，伊嘛是讲想要摆这个回光，你要修很回光，像只要做成就的，
即种爱百日以上，迄百日阁是真认真呢。所以咱咧修持，有一个功力出来，一步一开，一步一开，不断的去做。所以咱有这个不争的心，卖什么拢去拼，你咱卖拼，修会落来，有人可能一两遍无拼就受不了，真正放落来，这太伤咱的元气。而且这就无一定是你的啊，老师所讲的一边永天啊，以兵强取天下其四号，一边者左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，以道左人主者。你要以德来遮民主啦，如果你以德要甲负责啦，就去用兵来甲强天啊。以人来讲呢，咱袂以强盛兵力、咱的外力、咱的情绪，袂用这来出天啊。因为医书好，你将会还给你的。所以咱今得到的这一切，你争无效，争真正是无效的。你争到的物件啊，第一，人无欢喜啊；你得到啊，人甲你讨着。最后发现啥物？这物件一样存在啊，毋是你的，就是我的，就是过程呢。我争，你搁争。所以像我这个无争的点，其实是咱人的斗阵啊。我就较进前，我教囝的时阵啊拢会甲伊讲用量的，量较济，差不多哦。即个物件，譬如讲你爱即个物件，我甲伊讲，给别人，你得到了后，再给他。毋是讲呢，你再去抢，再去抢。你到后来发现，你抢到没贼嘛？你得到，我得到，他得到，我抢到，你抢到，他抢到，我让他，你让他，他让我，你抢到没贼呢？但是因为你无争，你管你牛了，你气氛给偌好诶，你争了，谁都不让谁，气氛非常的歹，工袂变济，你争了卖做互人做，我争了要做别人互别人休。但是人阮做了啊，但是因为我互别个休困，互别个好互别人，但是人阮做了，气氛加偌好，同人计较讲，你互你做，你做，互你做，要争势会歹做，最后代志嘛是人去做啊，但是做到非常无欢喜啊，所以一个无争，甲一个有争，完全共款的代志，人的心就无共款。所以呢，无真正听他，这是真正做白虎老师所讲的，如江海如白虎。咱真正要做，老师嘛讲啊，上以无事可以出天下，爱出天下是爱靠无事的啊。真正定天下，常以无事取天下，有事是无法度出天下的啦。有事就是有为的。你以为袂争也无可能出天下，江海为白虎是袂当去争的。是来讲成器者，因为咱还在去争，还在培养咱的德性，蓄意文德，好讲着。我讲着3天大虚卦大虚卦，咱虚咱的文德，已经来大虚，就是要用咱的德性，蓄意文德，则气长广大。德性是要蓄养出来的，这代志小小的一个观念，咱往里去转，往里去改，会当得咱这个德。代志拢共款，拢平济，往里去改。这无常无我的原属性，本来就是答案就是伫遮，愿意去接受的。老师有讲过，信不足，言语不信。你信心不足，你就袂相信啊。这就是真正答案啊，答案真正答案啊。这答案就是已经非常的肯定，互咱知这是答案。我现在检验，你若个信不足，你感觉袂相信啊？信心不足，无相信啊？你看信不足焉有信焉？一定要坚固咱的信念，该对就是对的，无常就是无常，无我就是无我，要反属前，要反属前，该用3倍就该用3倍。以下。3号3分钟的时间，这是一个用我家己的做功课的过程啊，这是
最后是想望大家，咱读经典，就咧做一些动作安尼。当然，药的整理可能嘛不足的所在啦，所以药咱来小补一点。哦，咱会当做安尼，哦，全部的经典经文咱就咱来参考，所以对咱有诚大的帮助。也是讲咱任何生活每一件代志，咱每讲一句话，咱每行一步路，咱做啥任何代志，拢对咱来参考。互咱的心情情，随时拢修炼，随时拢咧练兵，随时拢学堂，无咧分别心。哦，譬如讲，我拄讲着，轮椅医疗服，哦，也是，哦，这种是甲咱第一个有关系。江河碧绿海，飘逸永无所止。爱像海同款，无所止，无所止是没有物质。第一个是爱无顾忌，你袂顾忌伫倒位，在海中飘，拢袂记到我要飘去哪里。啊，像海在名讲话，哦，无为利，无不为利，圣人之道，为利不争，真正无为利，才会当无所不为啦。啊，圣人之道是为利不争的，啊，都有讲吼，啊，搁有，哦，即种啊动作就莫讲啦，是了不足够。空系医疗服，心爱想咧山坡共款，遮尔啊空。上简单就徛嘛，就是说咱徛有关的哦。咱心中啊，看伤侪物件，像山谷这样子，这咱忍受诚济，有咱肌拢起袂入来啦。咱肌无都起入，咱就讲像咱肌拢袂入来。我独勃起肌如条，有英灵之厉害。众人袂去追求这个物件，但是像咱圣人会去追求。我独勃起肌如条，爱被发生的代志，我非常的重视。上界初发生物件，我上界介意。英灵之厉害，厉害就是讲，甚至咧空喜怒哀乐，搁袂甲伊启发的时阵，上界关注的心，还喜怒哀乐搁无迄个厉害的，该看上界顺。哦，啊物仔这时阵是上界水的时阵，哦，人欢喜咱爱不释手，真正是拢袂去甲伊伤害的，啊，这种是遮顺的心，上界好的，啊看会出来，爱观照会出来。哦，智者不活，活者不知，这物件好好。真正捌的人，智慧的人是不活的，不是讲读，不是讲捌读册，捌读册但是无一定有地位的。哦，无以色是为渣。好，先看下一个。文艺娱乐中，哦，合同啊，第三个合同啊。我哋即个做事，你看道德，你看道德经，我袂去人计。我袂记到讲你歹，袂记到讲你无好，在这个浊世跟你相处得很愉快，哦，所以这个第三步的精神，你看这，哦，众人交交，莫独有分，常常莫独有分。我讲就好啦吼，我分就好，我拢无受欢迎，无要紧，哦，我拢袂甲人计较，好就拢互恁无要紧，哦，我就是憨嘛，憨无要紧啊，我守着天心地淡，哦，但是安怎，我互人愈济。我都有哦，最真正最后回馈互人哦。己以为人，己以自丢。我互人愈济，我愈会愈有；我互人愈济，我愈多。所以袂讲你报信较善，袂安尼。给的越多，你越有，你越多。哦，其灵属天我有心，咱的精气是不旺盛的，不旺气。好像能就无人家等于我的更加有更高。那么这任何代志，咱的精气是卖回旺气呀。哦，是你咱礼仪，哦，这个就是卖济嘛，卖济啊，啥物拢无，做数到最少。以上是咁啊头吼，就是以上就我分享。以三个为基础，咱读这个经，咱有啥物款的迄个方式心得。以上就是由我对当然三个的生活，绝对毋是像我讲的准绳，一定要以咱所领悟的、所启入这个道的这准绳。三个是非常广泛的，因若无够讲话吼，真规则袂写遐尼侪建设，有经袂到遐尼侪详述袂讲遐尼侪话。但是呢，因讲遐尼侪，但是咱来去家己修，才会当得定。咱无去契合到，无法道义乐得之啊。咱若不去契合，咱若要去识得吼，就嘛共款的离咱离去啦，是落得志啦。以上是了我的心得，以各位弟兄姊妹分享。有所不足的所在，帮忙点人书听面做为准备才会开始做。咱来过程中有所
你所麻烦的所在吼，请各位前辈再见谅。当然，吼前辈只有所有受气的所在，吼，这是上爱大家后以上多谢各位前辈大家。谢谢。感谢讲师前导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咱在日做一个讲师来主持，咱